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南投日月潭水位的指标高架水架已经全部显出着水面。风景管理处的人员一透早就赶紧来进行着两座码头的铺排拖犁的作业，因为日月潭的水位将要落降到744公尺以下，暂时袂互停船甲载客。安尼状况是互民众起紧张，是毋是阁要欠水咯？日月潭管理处请大家唔免紧张，讲因为这个季节雨本地就落较少，加上春天正热，爱调度水源，所以日月潭的水位才会降了较紧。南投日月潭风景管理处人员，或者是保养设施，将头部含现工码头1号铺排给拖走，暂时无提供船停靠含载客服务。经过游客看到拢伫咧讨论，加上日月潭水位指标高架石卡已经全部看现，下面的沙丘把拢大块块贵的必船，和游客拢伫咧烦恼，敢是因为靠岸受苦无落雨，各位欠水。今天是看到最少的一次，表示说大概是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水怎么下降那么快？那表示说，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缺水？看起来整个景色看起来就是没有说那么像之前水高的时候那么漂亮。这个游客量的话，你觉得大概少了几成啊？大概少了1-2成有了。根据日月潭风管处资料，日月潭满水位是748.5公尺，不过最近的水位已经降到744公尺，落尾会搁再降低，就是为了预防水位降落来，才会先拖走铺排下，安尼铺排降低，才袂去弄到码头。包括在各码头的引桥的部分，那都已经加装了止滑条。原来日月潭水位降低，除了因为靠岸，另外阁因为春景的关系，爱配合调度水源，和水源尾农民会当做事。日月潭的水才会变少，不过日管处嘛，请大家唔免紧张。到今麦为止，日月潭的欠水率也阁有7成以上。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